睇佢哋公審嘅做咩？佢要做多10年苦工。佢幫我揾過好多錢，佢發夢都諗住 New Orleans 開個巴，仲諗住揾我去做媽媽桑。佢話我要做到70歲。俾阿夫人話佢聽，我要翻去個地裏，用唔着噶啦，而且唔夠。呢啲錢用嚟做咩？買路錢。你要離開越南咩？